导览头一项，台湾战后的历史背景。台湾伫日本时代时，日本政府把台湾当作往南发展的基地，所以真积极建设台湾，致使台湾现代化有重要的基础。打到是南台湾真发达的所在，阁有海港，所以伫遮发展真侪工业，亲像发电厂、炼油厂、红门涂厂、肥料厂、糖厂等等，拢发展了真好。二战发生的时，打到嘛变做日本军队重要的基地，通运各种资源去别位，嘛因为安尼，成做美军弹炸弹主要的目标。1945年8月15，战争结束。战后有真侪建筑物废弃，无通发展经济，需要赶紧重启，才通正常过日。1945年10月25起，中华民国代替军事德接受日本投降，接收台湾。结果行政长官公司是军队带头的，政治权力全部落伫手头，权力甚至比日本时代台湾总督府搁较大，互台湾民众嫌甲，嘛抵到实面大失败。台湾人本正真欢喜，因为毋免搁互日本人失面啊，叫是天光啊，会当做主人啊。结果新政府中华民国煞继续搁来失面台湾人。台湾战后足需要赶紧重启做，长官公司无斗相共，煞搁倒头柄，借国家社会主义的名，甲台湾人拆食落腹，准猪仔刣，有偌济就摕偌济。台湾本来战争的时有欠真侪米粮、糖等等即款粮食，嘛有真侪工厂的设备，这物件煞互中国人拢运去中国去关价卖，趁甲油洗洗，致使台湾人家己生活资源欠缺，万项米的价数大起，工厂嘛倒了了，大家找无头路通食，经济大废队。迄阵联合国嘛有赞助真侪资源来斗支援，煞嘛拢变做中国官歪果食钱的机会，实在较毋奇怪。讲较具体的，援助的肥料互因摕去卖，一磅价数美金3.6仙到5仙尔，甲起到8仙到10仙，而且这是免成本联合国援助的，为遮着外高着12亿，救人的米粉也杀去卖，暗砍几若千万，米价就安尼大起。1947年1月的时，米一斗起到259.26块，若摕1945年8月战争拄煞迄时来比，是起码10倍。援助工业相关的资源嘛拢互占去卖，超过美金5亿，直到台湾的工厂倒去，台湾人无头路通食，实在侥幸。无法度食钱的，亲像公共卫生等等，政府完全无要插。日本时代的时，落土症、可勒拉、甲豆热症出资，本来已经消失啊。1946年煞大流行，迄当10月底的时，就已经有4200多人染着，2200多人翘去，有够夭寿。台湾的物件逐项起价，钱报去，阁无头路通食，台湾人是要安怎生活咧？上是中国人咧，每一个拢做大官，坐咧享受，连亲情嘛有政府福利补助通领，阁四界占日本人的财产来卖，乌心钱，逐个中国官是拢趁甲饱，阁靠说家己权力落条条，无人会当甲管甲检举。故在因做歹代，军队遐个军官兵仔搁较老，变做社会治安上大的病毒。自1945年10月起，到1947年，台湾人真正挡袂牢啊！2月27伫台北查私分的代志起冲突，台湾人拢徛起来反抗中国人。1947年2月27迄天，咧查私分的时，中国官员开枪，煞拍死一个无伫台的过路人。过当日2月28，民众去长官公司
大声抗议，卫兵煞开枪攻弹，真侪人现场互大死去。毋但安尼，阁派兵仔去市内逐所在镇压台人，共款死真侪人。黑白台台湾人即声当然袂得啦，规台湾逐所在诶台湾人拢起来抗议。尾手中国官甲台湾人诶冲突愈来愈严重，社会真不安。即时长官公司假影叫社会头人起来组织228事件处理委员会，甲政府反映百姓意见。这委员会成立了后，因斗相共维持社会安定，嘛要求中国政府甲军队调转去，约束因袂当黑白开枪攻弹。事实因是咧趁时间，等其他军队为中国来支援的时，做一摆要甲台湾人刣。结局，这个头人出头是互点名做记号，总互斩去。无判罪就互刣死，有诶甚至互刣死了后才知影。228事件，事实是对台湾人228大屠杀。